在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支持下，台北扎哈姆樂園整體建設經費超過1.3億，由中央補助興建，中央各地方攜手打造兼具文化、教育、產業以及觀光功能的轉型場館。市府特別選擇了原住民族日這天正式啟用，不僅別具意義，也象徵台南持續親近原住民族文化傳承，甲多元族群共榮。請開箱，恭喜台北扎哈姆樂園正式啟用。2026年8月1號原住民族日的時候，盛大迎接我們大比這個扎哈姆樂園的開箱啟用。那非常謝謝我們中央原民會的支持，在整個經費中間支持了超過70%哦。那總共補助了大概1億3000萬，能夠打造這個扎哈姆樂園成為台南市也好，南部的地區也好，原住民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聚會以及文化傳承交流的一個場合。在昨天，行政院正式來核定西拉雅為我們台灣原住民的第17組。那今天也謝謝黃市長的團隊找到這麼好的場地，而且可以在這裡來，我們一起來做這個扎哈姆的這個樂園哦。希望未來的營運，不管是展示，不管是各項的東西，尤其是原住民的這個文物產業的這個發展，能夠更蓬勃哈。原址自民國93年轉型為扎哈姆會館以來，當年肩負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重任，但因為建築老舊、空間不足，市府在109年啟動重建計劃，並在111年動工，歷經多年打造全新的台北扎哈姆樂園。新館1樓甲2樓規劃原住民特色餐飲、文創品牌甲在地特色商家，並設置工藝甲藝術展示空間。3樓則是延續扎哈姆會館功能，目前推出11流轉特典，透過珍貴文物甲影像，傳遞民眾回顧台南原住民族發展歷程。市府邀請民眾走訪安平，感受原住民族文化魅力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